我哋做直線方程一呢份功課啦。咁啊，先寫少少筆記先。直線嘅方程大概係咩樣呢？係咁嘅樣嘅。ax 加 by 加 c 等於0。其中咧 a、b、c 咧係常數嚟嘅 ，constants 啦。x 同埋 y 咧係變數嚟嘅 ，variable。任何嘅方程咧，如果最終能夠化簡成一個 x 項有一次方嘅啫，一個 y 項都係一次方嘅啫，同埋一個常數項，只要能夠化簡成咁樣嘅方程嘅話咧，佢就係一條直線嘅方程啦。好，跟住我哋睇埋水平線啦。水平線呢一條打橫瞓喺度嘅線。如果我要形容佢嘅位置嘅話咧，其實我唔使形容佢嘅 x 嘅，即係唔使形容佢左右嘅，我形容佢嘅 y， 即係佢嘅高度就得啦，係咪？所以咧，水平線嘅方程咧係咁嘅樣嘅 ，y 等於一個數字，咁就知道幾高啦。同樣嘅道理啦，垂直線咧係條打戙嘅線嚟嘅，一條打戙嘅線咧，我係唔需要討論佢有幾高幾低嘅，我只需要討論佢嘅左右嘅啫。所以咧，佢只係會得 x 啊，咁所以垂直線嘅方程咧就係 x 等於 k。好，若然你唔係好了解頭先嗰幾個公式嘅話咧，可以睇翻條教學嗰條片啊，就唔係直接睇功課呢一條。咁啊，不過做幾條練習可能幫到你理解嘅。咁首先我哋第一條啦，畫一畫呢個 y 等於 2x 加2呢一條線，睇下佢係咩樣。咁其實就知佢咩樣㗎。如果你睇得明頭先嗰度嗰個筆記，你見到 y 咧就一次方係咪 ？x 對一次方。咁頭先咧都講過啦，一條算式如果佢哋嘅次方x 同埋 y 嘅次方都係1嘅話咧，咁其實咧佢就砌咗一條直線嘅方程啦。你預期都畫到直線嘅。咁我要畫佢咧，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咧，我揾幾點。喺條方程入面揾幾點佢嘅代表出嚟，然之後咧將佢穿起佢咁得㗎。咁試下呢個啦，做呢格 y 等於0喎，咁 x 等於幾多咧？咁我計 x 係幾多啦？好啦，代 y 等於0，入翻去呢條線度啦，因為呢個點係呢條線嘅一個成員嚟嘅，佢代入去咧。係可以 balance 到條式嘅。好啦 ，y 等於0，然之後正2抌個格入變-2，呢個2乘 x 乘2咧變成除2，咁-2除2就係-1啦。咁計完啦，即係話咧 x 咧係-1。嗱，換言之咧，我哋已經可以畫得個點嘅嘞噃。OK， 呢一個點咧就係 x 坐標係-1啦 ，y 坐標係0啦。咁呢點如果喺一個直角坐標上面，應該點樣畫咧？x -1，咁咪向左邊數一格啦。然之後0，咁就呢點啦。0即係喺個水平線嗰個位置啊。OK， 咁呢一點咧就係-10啦。OK， 計埋另外幾點，計呢格啦。x 等於0嘅時候 ，y 又等於幾多咧？我計啦。咁啊，如果 x 等於0，都係入翻呢條線度啦。嗱，好氹氣啦，因為呢個點咧，都係喺呢條線上面嘅，咁所以咧，我放翻佢落去都應該 balance 嘅，都應該左右平衡嘅。y 等於2乘0加2。2乘0就係0啦，0加2咪2咯，所以咧呢格又計咗啦，呢格原來係2嚟嘅。OK， x 等於0嘅時候咧 ，y 等於2，咁即係話又計多個點咯喎，呢個點就係0、2啦。咁喺邊度啊？0、2 x 坐標係0，即係擲翻喺中間啦。y 坐標係2，咁升兩格啦。
咁所以喺度啦。咁呢一點咧就係02，計埋 last 一格。咁呢格 x 等於2嘅時候 ，y 等於幾多咧？咁啊，寫喺度啦。如果 x 等於2，咁又入翻去呢度，咁 y 就等於2乘2加2啊。2乘2就4啦，4加2就6啦，咁所以 y 等於6。又計完啦 ，y 等於6。咁即係我哋又得出一個坐標啦喎，個坐標就係2同埋6啦。2讀喺邊度咧？2 x 坐標係2，打橫數兩格，1、2喺度。跟住 y 坐標係6，即係向上升6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喺度。咁咪2、6啦。OK， 最後咧要畫呢個線嘅圖像啊嘛。嗱，我哋畫呢個圖像咧，唔係淨係得3點㗎嚇，有無限咁多點都得嘅。我只係揾咗3個代表嚟畫啫。咁咧，你只要攞間尺一嘢穿翻起呢3個點咧，咁就係呢條線嗰個圖像嚟㗎啦嚇。咁啊，我呢度唔知點用間尺㗎啦嚇，咁我徒手間落去啦。咁你哋應該要用間尺啦嚇。好，大概就係咁啦。咁我哋咧好有手尾嘅，通常我哋畫完一條線之後咧，我哋都會寫翻低佢嗰個線嗰個 equation 嘅格嚟。話俾人知，我知道呢條線就係佢哋嘅。OK， 咁啊當然呢個係 y 坐標，呢個係 x 坐標啦。好啦，跟住我哋畫埋另外兩條線啦，一條叫 y 等於2，一條叫做 x 等於3。y 等於2都係一條線嚟嘅喎，佢嘅意思咧就係咧，無論 x 係點都好咧，佢嘅高度都一定要係2啦 ，y 都一定要係2啦。咁所以無論佢 x 嘅數值係-2又好，係0又好，係2又好啦，佢個 y 嘅數值咧係唔關上面事啊，一定係全部都係2嚟噶。一畫咧，你就知道佢係一條直線啦嚇。咁啊，呢幾個坐標畫翻先啦，呢幾個叫做-2、2啦，係咪 ？x 係-2 ，y 係2，呢點叫0、2，呢點叫2、2。我哋畫翻呢3點啦。好啦，-2、2，左邊兩格，上高兩格。0、2喺中間，然之後升兩格，跟住2、2，右邊數兩格，上邊數兩格，2、2，然之後用一條直線穿起佢，我冇間尺啦，你哋要用啦，直線穿起佢。OK， 另外咧一定要好有手尾。俾人知條線嘅名，畫完啦。咁你見到咧 y 等於2咧係一條水平線嚟嘅。咁啊，我哋做埋 x 等於3啦。x 等於3嘅意思，同頭先差唔多啦，即係話佢係唔受 y 影響嘅。y 嘅數字無論係-2、0、2、1000、10000都好啦 ，x 嘅數值咧永遠都係保持住係3嘅。咁即係佢哋坐標係點咧？3-2啦，30啦，32啦，又 mark 翻呢幾點上去啦。綠色啦，3-2，向右數3格，3-2呢度啦。冇淺色。跟住30，1、2、3，冇高低30，3、2、1、2、3，跟住向上數兩格1、2、3、2，好啦，然之後一條線穿起佢，
啦。跟住好有手尾咁寫翻呢條線咧就叫 x 等於3啦。咁所以咧你見到咧 x 等於3咧係一條垂直線嚟嘅。跟住做啲唔同嘅題型啦。如果一個直線穿過一個點，咁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咧？呢個點咧喺呢條線上面嘅。換言之咧，呢個點係呢條線嘅 member， 所以佢嘅 x 同埋 y 咧係應該咧同呢度嘅 x 同埋 y 咧係相通嘅。你係可以將呢個 x 換到呢個 x， 呢個 y 換到呢個 y 度嘅。換完之後咧，亦都會 keep 住條式咧係 balance 嘅。好，試下啦。咁我哋咧好沉啊，呢度寫得好，代 x 等於 k。y 等於-3 ，OK，x 等於 k，y 等於-3，入翻去呢條式度。嗱，如果唔係穿過呢個點係唔得㗎嚇，因為佢係佢嘅 member，所以先至可以共通嘅嗰個 x 同埋 y。好啦，咁啊3k 減4乘-3減24等於0。-4乘-3正12啦。-12咁個隔離變正12。3乘乘法變除法，12除3即係4啦。咁啦。第7條考咗你少少嘢啦。佢話有條直線，佢嘅 y 軸至佢，即係 y intercept 係3，咁啊求 k。咁佢冇話穿過邊一點喎，直接咁但係咧你要有少少認識啦。如果有條直線，我唔知佢咩樣啊，求其畫嘅啫嚇。如果有一條線，佢嘅 y 軸至佢係3，即係話咧呢條線同埋個 y 軸會喺3嗰一點相遇啊。咁你就要有個認識啦。換句説話講咧，呢條直線咧係穿過係 pass through 0,3呢一個點嘅。咁你一定要有呢一個認知咧，先至可以做到呢條數。OK， 好啦，如果你知的話咧，咁就好簡單嘅啫。回歸翻頭先嗰個做法啦。呢個點係呢條線嘅 member， 所以咧佢嘅 x 同埋 y 咧，同呢條線嘅 x 同埋 y 咧係共通嘅。咁你就可以代 x 等於0，y 等於3。入去呢條線度啦，咁你最終要求 k 啦，係咪？咁啊代啦，2乘0減5乘3等於 k。2乘0係0啦，-5乘3係-15，唔好漏咗個減號啊。OK， 所以 k 咧係-15。比較重要嘅技術喺呢一度計有意計啫。但係咧，你要知道 y intercept 係3咧，其實即係 pass through 0,3。第9條大同小異啦。佢話有一條直線 y 等於 mx 加 c， 係通過 A 同埋 B 呢兩點嘅。嗱，條線 pass through A， 即係話 A 咧係 member of y 等於 mx 加 C。member 嚟啊，咁所以佢嘅 x、y 嘅數值咧係可以抌翻落去條式度，都 balance 到嘅。咁我哋抌啦。我哋塞 x 等於1，y 等於4，入去 y 等於 mx 加 c 度。咁4等於 mx 即係 m 乘1啦，加 c。咁呢個第一條式啦。然之後咧又代第二條式。呢度，我哋代 x 等於-2，y 等於7，入去 y 等於 mx 加 c。7等於-2乘 m 即係-2m， 加 c。OK， 咁而家咧就有兩條式啦。咁兩條式解兩個 unknown。
聯立方程啦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好快計咗佢啦。我哋可以一式減二式啦。4減7，一式減二式啊。4減7係-3 ，m 減-2m 係3m，c 減 c 係0。OK， 跟住我哋除3啦，-3除3係-1，咁就夠 m 啦。最後咧就計埋個 c 啦，咁我哋譬如話用第一條式啦，4等於 m 唔再寫 m 啦 ，m 頭先計咗係-1嚟嘅，4等於-1加 c， 將-1等個隔離變正1，咁所以計到 c 等於5啦。Okay。最後一條亦都係最後一個題型啦。咁佢咧話求呢條同埋呢條直線嘅交點嘅。嗱，個情況大概係點咧？有兩條線，一條可能係咁，一條咁啦，亂畫嘅啫，亂畫嘅啫。可能一條係咁，一條係咁。要求佢哋嘅交點咧，即係話要揾呢點嘅坐標啦。咁究竟呢點嘅坐標係幾多咧？個重點喺邊咧？個重點係呢一點咧，其實係呢兩條線嘅共同嘅 member 嚟嘅。換言之咧，喺呢一剎那，呢個 x 同埋呢個 x 咧，嗰個數值咧係相通嘅。呢個 y 同呢個 y 嘅數值都係相通嘅，係呢一剎那咋嚇，其他地方唔係。所以咧，我哋可以用代入法嚟做啦，將呢個第一條式 x 咧抌落去第二條式嘅 x 嗰度咧，咁就可以解到個交點嘅坐標噶啦。好，簡單寫一寫。我先將呢條式將個 y 抌個隔離，變成 x 等於5減 y。然之後咧，我將呢個新嘅 x 咧代入去另一條直線度。氹氣講多次，點解呢個 x 同呢個 x 相通啊？因為我哋揾呢個交點咧，而呢個交點喺呢一剎那咧，兩個 x 相通嘅，其他地方係唔得㗎。好啦，咁就代啦，兩個 x 加3y等於14，咁啊乘入去啦。2×5=10，2乘負 y 負2y， 後面照抄啦，正3y 14，負2加3係正1，得翻一個 y， 正10抌個隔離係負10，咁所以咧 y 係4。好啦，跟住咧我哋計埋個 x 啦。用呢條式嚟計啦 ，x 加4等於5 ，OK， 唔寫 y 啦嚇，寫4啦直接。咁所以咧 ，x 等於5減4，x 係1。OK， 嗱，佢問交點啊，佢問一個點，所以咧我哋唔好咁樣散收收嚟寫下答案。咁啊，起碼咧我都將佢寫翻咗一個坐標咁嘅樣，就係1、4啊。